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7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双溪火把潭6个人参加活动后串楼抢去，目前已经找到4个人不幸死亡，也有2个人找无人。疫情自去年界维持到11月7日，但是挂嘴炎的规定有放冷，对拜日开始，室外运动翕相室内食物件，会当甲嘴炎摕落来。民进党台中市立委黄国书洪也讲，学生时代要为政治单位做代志。黄国书今日承认宣布退出民进党。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新北双溪火把潭。昨晚因为有大雨，溪水来了上阁紧，有2个大人甲4个囡仔互串楼冲去。目前已经找到4个人啊，但是都已经不幸死亡，也有2个人失踪，警消当来拼死敲找。搜救人员继续伫双溪的6号桥卡的河畔来搜查，搜救船也伫河面上来一人。因为早起7点外，警消先伫桥卡找到45岁姓张的查甫人，发现时已经无开啊，紧急送医不治。重装的在那边整装了，等一下到这个深潭下面，会下去搜索，因为怀疑说疑似这边会有受难者会卡住。警消指出，新北双溪火把潭在了一个亲子自然体验营，因为雨势伤大，赶紧转来，中途拄到溪仔水冲起来，有2个大人4个囡仔被水冲走。报好了之后我就叫那个老师来听，说你详细跟警察讲状况，讲清楚。后来讲好了之后，我就再去摩托车去派出所去关心一下那个小朋友。警消伫17星期找到4种的查甫人，1点半钟了后，伫廖北区找到9岁4岁查某囡仔；2点钟了后，伫6号桥下游100公尺所在找到11岁4楼的查甫囡仔；晚中到，伊搁在6号桥下游500公尺所在找到47岁4单的查甫人。他就是身体没有任何披露嘛，那我们就是以我们的衣服服装，然后将它包起来之后，然后我们用上肩的方式，因为他那个地方山路攻上来比较不好走。他很怕说会去撞到他，搜救非常困难。今天一早天一亮，我们动用了256个警消同仁，以及还有15艘的救生艇、5台空拍机，都希望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有机会抢救到生还者。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一直到指挥中心来关心搜救的进度，有6个人获集中设伫台北市。台北市长郭文铁这人也拢到场来关心。另外在侦办的进度，检警除了去几人的殡仪馆来进行收检，侯友宜甲郭文铁也去慰问家属。另外，这个带队的4所老师上从警察局来制作笔录，再去送往检方来复审处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火把潭互串楼抢去的6位民众，户籍拢伫咧台北市。北市府甲社会局拢即马当尽全力要甲个案斗3工。主办这个活动的业者是伫咧面册招人客，宣传讲要带民众体验上大自然的体验课。毋过业者毋是拄兴写吧，毋是补习班，对营业登记到带团所提供的设备拢总有争议。目前台北市已经冻结业者的财产，要理清楚到底是啥人爱负责任。新北市有亲族团体去新北市双溪区火把潭佚佗，拄着做大水，6人互大水冲走。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指出，6人户籍拢伫台北市，已经成立关怀小组，社会局也要进行一个个案一个社工，展开关怀高注记，禁止业者变更登记资料。无论是负责人的变更等等，已经注记禁止变更。第二个呢，我们会循法律的这个程序呢，来进行他的一个财产。冻结他的财产，那第3个呢，我们进行相关的理清之后，会来要求业者对这个事情该负起的刑事的责任以及相关赔偿的责任。对查主办单位面册大方体验自然，大部分是学生户外体验的画面，强调以大自然做教室。不过即马已经关起来，佫顺线找到创办人的活动网页，电话是康复，佫去公司登记的地址，地条的说是管理员讲无这间公司。就107的11月7号有迁移到台北市这边，那也有做一些负责人变更为当文县。营业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在别的地方。
那至于说他有没有办理签字，我们礼拜一会再去做确认。一来呢，就是有可能呢，因为是涉及到小朋友，所以呢是教育局，可能又是有商业行为，所以呢涉及到商业处，或者是说有可能是因为有透过那个旅行社带团，所以就是不是旅行社要去做一个负责？其实现在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事发了后，经过一暝主办单位发出声明，表示真不幸发生这代志，也继续处理当中，请大家为因祈祷。支持每一项清大自然体验区家长负责所发生安尼代志，相关责任也阁爱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好霸潭的位置是伫咧北市溪水头，这边出意外地点是伫咧过溪的步道。因为这颗泥啊，常常有对山顶冲落来窜流，当地民众若是拄到落雨的时阵，拢会甘愿行较远的，袂对遮过。而且都爱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山顶窜流来的时阵，等甲注意着要走，常常拢已经走袂离啊。若是天气无稳定，千万都唔通撩溪，上好是连就山活动都唔好去。新北市上溪区好霸潭是北势溪的北支流源头，下游就是平南啊，个翡翠水库。北势溪伫这区域的前后，拢是大角度的弯道，并且水道嘛较宽，变作是一个水潭的生态区。附近嘛规划清水景观区、生态步道啊，个高道。伫放假的时阵，真侪游客会来这佚佗，也是耍水。即届发生意外地点，伫个烫起太平里第5林内过溪步道。里长讲啊，当地民众也是看到上游落雨，惊水会涨起来，会有危险，就会驶较远的路你来过溪。啊，最开始你就要过来，要过来上游吼，水向往大落来，拄来到这个溪中嘛是啥，就走袂赴啊。报专家表示，也是伫溪流进行相关的活动，应该穿着救生衣。也是讲，敢若是过溪无准备救生设备，还是器材嘛，应该来注意上游的天气状况。啊，无这溪水涨起来的速度是真紧，看到水来啊嘛袂赴咯。因为虎豹潭这个区块属于比较大众的亲民路线这样子，那如果是它是比较容易的路线的话，大家对于这种状况就会更松懈。专家嘛提醒，最近的大雨已经让土壤的含水量是大大增加，这出泉的状况嘛会让溪流的水位来增加，并且嘛会让土石可能来放弃。最近民众到山区来做户外活动的时阵，嘛要来注意家己安全。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目前今年秋天上强的东北风到底，气象局对家人的北海花甲东半部地区发长影的警示。不过，即马所传出国花莲有高中生和水冲去下落不明。出海口的部分，有疑似一名男性的高中生，与朋友在这边戏水的时候，在上游在游憩的时候不慎落海。那经过侦查之后，那有民众发现立即报案。那本队接获通报之后。立即调度线上的兵力以及备勤的人力，赶赴现场驰援。有一名高中生下晡伫咧北滨美仑溪出海口的附近佚佗，其中一个人跌落水互淹架去，消防单位派25个人当咧敲找，目前也未发现到失踪学生的性命。自从海边的活动防疫规定放凉了后，嘛是常常出现违规，也是去互海水架起意外。亲像送伫咧屏东的小琉球，有8个创水的民众因为体力无够，就互海流加对外海去。好佳在因是拄着海巡，甲因救倒转来。另外，伫咧垦丁嘛有一寡游客会伫咧船篷石顶悬跳水，毋若是违法，若是去弄着打石是完全袂会记。本来创水的人伫海面上铺一个海巡署巡防艇发现了后，赶紧挖棍迄出救生裤，甲人救起来。这8个创水的人拜六中昼伫屏东的小琉球、美林东山坡，家己落水去创水，结果因为体力无够，带着海流一直飘出去。海巡人员从远处发现有人招手，立即靠近将潜客救援至巡防艇上，并安全载返三福安检所，请安检所人员协助处置。经检查，这8名潜水客均无受伤。加在有海巡人员拄好经过，结束8人一场海上行行，若无后果是不堪设想。海巡队也提醒游客，赴咧创水一定要注意当地海流及环境的变化，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对于水上活动解除禁令了后，各地水域假日四界拢是人，所以讲也出现袂少的乱象。本来游客徛伫咧船篷礁顶面跳落去，违规跳水过程，互当地民众拢落起来。船篷礁是垦丁的地标之一，依法是禁止爬进去，确实有游客走来追求刺激，毋知下面有暗藏危机。
长山石因为是珊瑚礁所形成的地形，尤其在水面下，其实有相当多的锐利的礁岩，从事这样的行为，其实会有一些影响安全的疑虑。垦丁明明有真侪水上活动，确实总有人以要违法来跳水，当地民众呼吁应该加强来处理。垦管处也表示，违法爬起准旁石来跳水，依照国家公园法刑罚3000块的损伤对查，对跳水的游客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到11月初1之前维持2级的疫情警戒。不过，过采样的规定是有卡放零。对后日也就是拜二开始，民众伫咧室外运动翕相，伫咧室内食物件，若是有通保持距离，就会当甲水涵暂时摕落来。指挥中心宣布，10月19开始到11月初1维持2级防疫警戒。无听定8大行业依然是关门，不过挂嘴暗有条件放零。伫户外运动时阵，甲室内室外翕相，农林渔牧工作者伫空旷所在工作，应免挂嘴暗。民众伫山林、海边活动，若维持社交距离，也免挂嘴暗。伫出外有食物件需求，应甲无特定对象保持社交距离。也有伫指挥中心核可用餐区，应暂时将嘴暗摕落来。从事室外的运动，那只要是说它本身没有症状，而且与不特定的对象可以维持社交距离，那都可以在运动的时候把口罩拿下来。至于在休息的时候，那还是要把它戴上。指挥中心表示，若是伫有主管机关定出的场所特别指引的所在，也是以指引为主，比如伫 KTV， 也是专定挂嘴暗。即摆放任挂嘴暗，也无适用伫录影、放红直播，或者是销售影片。疫苗到会也愈来愈多，指挥中心表示，最近也有真侪抢牌疫苗到会，有机会伫11月开放一般民众做2剂无共款牌做疫苗。怎么样来开放？那当然看这个进货的一个情况。那11月当然有混打的可能性是增高。国内第1期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60%，不过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第2期疫苗注射率只有22.01%，也无降级的条件。台中市17公布，增加 A 级疫苗第4期死亡个案一例，台中市 A 级疫苗了后死亡通报个案有100人。指挥中心回应，做疫苗了后的死亡通报数量，按比对各县市住院议会范围，目前台中无较侪死亡个案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内消息，高雄城中城大火，上尾2位身份不明的罹难者，今日已经总算确认啊，通知因的亲人甲遗体领回去。副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早起去慰问罹难者家属甲受伤的民众，强调讲会清点甲检查全国的旧大楼，若是发现大楼讲是有危险的，嘛会自好先斗3天，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互因暂时住咧。副总统赖清德礼拜早起在高雄市长陈其迈陪同下到灵堂念香慰问家属。城中社在后第4天，最后2名因为遗体毁损严重、身份不明的罹难者，经过相关的比对，将有确认身份，应通知家属来领回。DNA 的这个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比对大概都已经完成那有2位陆配那经雇主跟朋友的指认。城中城大火造成46人罹难，不过大楼40年前摕到使用执照时，7楼甲11楼登记用途是办公室，甲即阵无变更。为代表这期市府放任大楼违规甲办公室改建成做主体，对此工务局回应，大楼符合2011年通过高雄市建筑物免变更使用执照办法，所以就无需要变更用途，也是办理公安的申报。办公室如果现在变成住宅，它是免变更使用执照，因为它的使用强度呢是。住宅是比这个办公室低，所以根据这个办法呢，它目前呢是可以做住宅使用。大火造成侪人的死伤，也烧出老旧大楼公安的问题。高雄这3天稽查限贷34栋老旧的大楼，要求限期移除安全梯，也有通道的闸尾，也是舒适的闸门顶，并且专案补助大楼改善消防设备。行政院长苏贞昌中昼来到灵堂第2进前，也支持各部会甲地方来合作，全面稽查老旧的建筑、公安、消防，协助改善加强管理。那大楼有马上危险，嘛要妥善安置照顾相关主体弱势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中市立委黄国书，洪也讲，伫咧学生时代捌为政治单位做代志，到提供消息。黄国书今日承认这件代志了后，宣布要退出民进党。
出现在基进党立委陈碧维活动的场合，立委黄国书15出面来支持韩日罢免风波的陈碧维。才过一天，16暗时就平面的媒体报道，黄国书不在戒严时期为政治单位担任线民的工作。17号早，黄国书伫面册承认这件代志，宣布即日起退出民进党，并且别再参选立委连任。他对于台中市民、对于他的选区的选民的努力跟付出，我相信他选区的选民应该都感受得到啊！哈，那当然过去或许有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事件留下了记录，那但是这段时间这20-30年里面，他在政治里面的努力，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很多的支持他的选民，大家应该都会记得，不会忘记。对着黄国书退党的震撼弹，共党的议员也感觉惊一个。不过对着黄国书文静的表现，拢认为是大家拢看会到的。另外，民进党是经由书面的声明来表示尊重黄国书所说明的内容，支持伊勇敢面对历史的态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礼拜17南下来到台中参与罢免的活动，伊表示对着民进党的内斗是不爱评论，也强调迄是大时代的政治单位，不是国民党。派系的内斗我就不予置评。不过还是回到今天不是国民党，是当时大时代的情治单位，大概30-40年前的情治单位，而30年前国民党就已经自我反省，开始民主化。邱总会表示，无对个案来评论，线民只是监控系统的上尾啊。因为更加重要是线民背后的体制，伫还原历史真相时，才应该阿互看到。未来继续来推动档案的开放甲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保中乡马明山的镇安宫，将成立5年千岁文化中心，召开5年大考、元宵绕境、食饭大等等的民俗活动。蜜蜂表示，5年千岁的文化毋若是云林、嘉义、中华、台南拢总有，希望这个中心会当传承国家的重要民俗。今年5年千岁文化中心有专员导览关于王爷出巡的故事。为了云林保中马明山镇安宫是5年千岁信仰中心，每年元宵祈安绕境食饭大，航运嘉宾员500个主人骨落参与5年大考，那是重要民俗文化资产。绕完境巡查他们地方，他要回来这里，他可以坐船回来，或人家请他回来庙这样子。那他有的村庄就会特别准备这些叫做添载的物品，就有盐、有米、有柴、有茶叶。阮会更加努力吼，伫阮这个团队来收集咱这个吼嘉云南这个吼乡镇的这个资料收集，阮会更加来充实。苗表示，为了传承国家重要民俗，苗邀集学者专家、在地文化工作者，成立研究小组。目前已经在镇安宫设立文化馆和多媒体室，未来将国规划展览馆和资料馆。是台湾头一间为了保存国家重要民俗成立的文化中心，来见证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所有的这些宗教信仰的活动，包括我们受到文化部无形文化资产所有的文化资产保留的这些历史的严格跟传承呢，都在这个文化中心里面。文化部表示，5年千岁文化唔那干那在云林，还有在嘉义、中华和台南等县区。但因为范围大，记录和保存工作需要真侪人力和经费。未来文管处将和庙方来合作，共同来推广民俗文化教育活动。记者为你报道。100年前的今仔日10月17，是台湾文化协会所成立的日子。保存真侪历史文学的国立台湾文学馆，嘛是伫咧10月17所成立的，到今已经18档啊。所以台文馆今仔日专门举办活动，带众人来感受台湾文学的进展。伫迄个简单思想就会有罪的年代，台湾的民间艺人并无啥物自主权，即块乡村的自然民谣、思想机记录咱对禁歌到自由创作的时代。这些歌曲台湾的诗词歌谣文学，都是代表台湾文化嘛，台湾的精神嘛，那就来听。我的观庆就是要希望大文协的精神会当来继续来传落去，
那今仔日阮的活动真济哦，那主要是拢是要纪念文化协会自由、平等、文明这个精神。庆祝文协伫咧100当前成立，2021年10月17，也是国立台湾文学馆满18岁的日子。文学馆专工办音乐会，带民众对民谣、古典音乐到流行歌，回忆这100当来台湾争取思想自由的点点滴滴。住台南市嘛，疫情后。就一个活动，就想讲来行行看卖。因为我刚好在那边看那个现代舞的演出，就觉得这100周年的活动办得蛮有趣的。对下晡到下暗，文学馆外口也有文化市集、现代舞相关的表演，希望招众人斗阵来感受这100当来的文艺感动。记者阿明真、郑凯文台南报道。嘉义县生态环境保育协会注心咧保育好的生态。8月初有800只猴成功出世，县府按算要起猴的保育馆，互嘉义沿海生态环境有更较周全的保护。向大家绍介猴的特色，伫嘉义县保育猴保育已经10档的嘉义县生态环境保育协会，16日布袋新琴国小举办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吸引不少家长带囡仔来参加。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蛮有趣的，而且小孩子至少认识一个后。对，这是我觉得我这次来参加活动的意义，这样子。我觉得嘉义有很美丽的泥滩地，那刚才也看到很多黑面琵鹭，我想这样子一个生态系其实是嘉义人的宝藏，希望它可以以后有更多样性的生物在这个地方。活动结合学校甲一寡环保团体，用串关的方式，互民众哪算哪合适。嘉义县政府嘛表示，未来全国唯一的猴生态保育馆会起伫咧这个所在。未来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域让不管在教育或者是在观光上，都可以让大家更重视后及相关的一些生物的一些生态。我们有这样的成果，那当然也显示我们整个不只是后，它是一个保育的里程碑，也是我们整个嘉义县生态保育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协会表示，目前保育的600只猴仔，拢不是人工保育，只是提供环境，互因自然生长。希望未来猴保育馆起来了后，会替嘉义沿海的生态环境带来更较完整的研究甲保护。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上强的东北风已经吹到地，明仔载透早苗栗以北低温大约是20度左右，日时温度会豆豆回升，不过回升的细面是有限的。中部以北短时间内别个出现30度的高温。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20度到28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